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返嚟聽書有賞，我係滅書。今日我想同大家傾下一個好多管理層甚至係 team 呢都好頭痛嘅問題，點樣令下屬聽你話得嚟又真心服你呢？好多人做咗 boss 之後，一係就變咗無牙老虎，想做個好人，結果下屬當你冇到，嘢又交唔足；一係就變咗暴君，雖然大家驚你，但背後插你旗，有機會就跳槽。其實要做一個成功嘅 leader，最緊要係學識權威呢兩個字。今日我會同大家讀呢一本《權威領袖》。上司仗勢，下屬重視。我哋會分上下兩集。今集我哋會先講3個重點：點樣樹立威信，點樣以身作則，同埋點樣用制度去清走員工嘅衰習慣。無論你係帶緊幾個人嘅小組長，定係大公司嘅大班，呢啲心法都絕對幫到你㗎。第一點，我哋講下點樣樹立權威。好多人以為仗勢就係靠個職位去壓人，錯晒啦！真正嘅權威係由實力加埋威信組成嘅。大家想象下，如果你係一個 IT 嘅團隊嘅 leader， 但你連最基本嘅 coding 邏輯都唔識，下屬同你講技術難點，你只係識得話我唔理啊，總之聽日要交。咁你會覺得啲下屬會唔會服你？佢哋只係覺得係一個外行領導內行。舉個實用例子啊，書入邊提到，如果你想搞掂啲老油條或者啲恃才傲物嘅難搞者，你首先要展示你嘅專業實力。譬如公司有個 sales 王，佢雖然單多，但成日遲到早退，唔放你喺眼內。呢個時候你唔係單靠鬧佢，而係要佢最自豪嗰個範疇。例如見一個好難搞嘅客，你親自出馬，用你更高嘅談判技巧搞掂張單。呢份實力嘅展示就係最有效嘅威信。你既要記住，位置除咗係公司俾你嘅，威信係你要自己贏返嚟㗎。有實力，下屬先會致敬；有原則，下屬先會畏。講完實力，第二點就要講以身作則。廣東話有句好出名嘅話，又要馬兒好，又要馬兒不吃草。做 boss 最忌嘅就係雙重標準。如果公司規定9點返工，但你自己日日11點至返到，但又捉到下屬遲到5分鐘，你估大家會點諗呢？大家只會覺得你虛偽。舉個實用例子啊，書中講到新鮮事蹟嘅威力，好似以前打仗咁，將軍衝喺最前線，士兵一定會士氣大增。喺現代 office 都一樣。例如公司而家要衝一個大 project，全組都要 OT。如果你身為 boss， 5點半就準時攞袋走人，留低一班下屬捱夜，佢哋心中嘅怨氣一定好高，做嘢都唔會投入。但如果你留低，雖然未必幫手寫曲或者做 design， 但你坐喺度幫佢哋叫下外賣，一齊開會解決難題，甚至係精神上嘅支持，下屬都會覺得 boss 都陪住我哋啦，佢都咁辛苦，我哋撐佢啦。呢一種一齊戰鬥嘅感覺係建立喺忠誠最快嘅方法。第3點，我哋要講下點樣改善制度。好多時員工有惡習，例如射波、推卸責任，唔係因為佢哋天性壞，而係制度有漏洞。呢一本書引用咗世界第一 CEO 傑克威爾許嘅做法，佢以前喺 GE 實行咗一個叫做 workout 嘅制度。
舉個例子啊，簡單啲嚟講，就係舉辦一啲工作坊，專門等下屬批評公司唔合理嘅制度。以前好多公司嘅制度都係老細話晒事，下屬有冤無路訴，結果大家就喺背後搞啲小動作或者 hea 做去抗議。威爾許就反其道而行，你哋唔中意邊啲規矩啊？講出嚟啦！當員工發現佢哋嘅聲音真係會被聽取，而且嗰啲廢嘅制度亦真係會被廢除，佢哋就會覺得自己係公司嘅一份子。如果你作為上司，可以喺組織內建立一個透明、公平嘅獎罰制度，等大家知道做得好有獎賞，做得差一定罰。咁你就唔使每日做訓導主任咁去捉人，制度本身會幫你管人。好啦，今日同大家分享咗權威領袖、上司仗勢、下屬重視嘅首3個重點： 1. 用專業實力同原則建立威信； 2. 用身先士卒嘅行動贏取尊重； 3. 用透明制度去取代無意義嘅管治。其實管人唔係要鬥大聲，而係鬥用心。聽完今日呢一集，各位返到 office， 不妨諗下，我有冇邊個位可以身先士卒做俾下屬睇？下一集我會繼續分享點樣育人，包括點樣應付唔同性格嘅員工，同埋點樣運用獎罰嘅藝術。如果你鍾意今日嘅內容，記得subscribe 訂閱我哋聽書有賞 comment like share 俾埋你想做一個好 leader 嘅朋友知。我係 Miss 書，我哋下集再見啦。